下眼，羅耀輝做電影編劇已經做咗10幾年啦，但佢一直都冇話特別想要去做埋導演。偏偏一個突如其來嘅機會出現，佢諗都唔諗就無需之戰。終於，羅耀輝執到咗個人第一部電影之餘，仲令佢對電影導演嘅工作興趣大增添。Previously on Hardcore Comedy， 大鵬，今日啲手氣真係爭啲喎。炮仗哥，一炮過，俾50萬大鵬。因為當時監製伍健雄去想揾3個新導演，咁就拍一個叫重口味嘅戲，就關於黃賭毒嘅。咁佢就揾我寫劇本，咁就揾咗2個新導演啦，即係包括黃志亨啦、莊少榮。咁仲爭1個，咁我話咁不如既然你揾到我寫啦，咁不如我做其中1個啦。咁佢話好啊，咁就係咁樣。因為當然之前都合作過啦，咁佢亦都就係咁樣俾咗個機會，我叫做拍咗第一套戲啦。其實當時拍即係每個人3套戲半個鐘咁計啦，即係90分鐘。咁其實每個人都係用咗幾日時間就拍4日零就拍晒。咁辛苦嘅。即係好辛苦嘅，但係你中意啊嘛，你中意就幾辛苦都冇所謂。咁亦都係因為叫初次提升啦，即係拍完呢套，即係嗰個做導演嘅興趣係濃咗嘅。咁所以亦都係呢個原因，所以我再之後決定，即係真係去自己寫一個劇本，拍自己想拍嘅戲。